今次呢個題目呢，就係大數據叫我講嘅，咁冇辦法啦。阿大佬出到聲，阿大數據大佬出到聲，我冇得唔講啦。所以今次我哋講下人生意義，其實都一段時間㗎啦，話多唔多都幾個禮拜。咁呢排呢，咁上網大家都會㗎啦，即係得閒碌下手機，而家係我哋日常嚟㗎嘛，唔碌手機做咩做啊？係咪先？咁呢排碌手機都會大數據大佬呢，就會硬係俾啲即係心靈，係咪心靈雞湯呢？一啲人生嘅嘢俾我睇喎，唔知係咪呢排我迷茫呢？定係呢排我個意義不大呢？咁就喺唔知情之下呢，咁可能我就撳過啲有關講生命啊、人生意義啲嘢睇啦。咁就一窩蜂咁，每次上網都揼好多有關呢個人生意義俾我睇。咁大家都知道，其實所謂大數據，即係電腦啊、人工智能啦，分析我哋每次嘅喜好，去提供一啲適合我哋嘅食糧俾我哋。其實呢個講法都真係有啲悲哀係嘛？咁而大數據嗰個做法就有少少似我哋畫鬼腳咁嘅。所以小弟好幸運地呢排就接收咗好多有關呢個課題嘅信息，所以今次想同大家傾一傾呢個乜嘢叫人生意義，或者究竟我哋嘅人生有冇意義呢？不如首先我分享咗俾大家聽一聽阿大佬為咗啲咩俾我食先啦，好冇？其實好多嘅，咁我就唔會喺度講晒㗎啦。咁我抽取一啲比較我睇完之後都有啲感覺俾大家知先啦，好冇？人生嘅意義究竟係乜嘢呢？最初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係不得不嚟，最終我哋離開呢個世界又係不得不走。20年讀書，30年還貸，剩低幾十年就係為咗醫院做貢獻。大部分人都難逃呢個結局，咁樣生命嘅意義係啲咩呢？人嘅呢一生，童年輸咗俾卷子，青年輸咗俾銀紙，中年輸咗俾孩子，老年輸咗俾身子，最後磨平咗我哋嘅性子。一眨眼就係一輩子。曾經以為變老仲係好耐好耐以後嘅事，點知而家就發覺青春已經係好耐好耐之前嘅事。喺呢段時間裏邊，其實仲為咗好多吃喝玩樂同埋人際關係嘅視頻俾我，有食嘢啦，食好嘢啦，遊山玩水啦，乜嘢南疆北疆，只要你夠薑，大家都好似彷彿唔使返工一樣，過住銀行提款機，好似從此唔使密碼就提款到嘅生活。喺呢啲視頻嘅洗禮入邊，我真係彷彿突然之間揾到一個新嘅人生一樣。至於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已經唔重要啦，最緊要係為自己着想，好好為自己活着。最親嘅人、最好嘅朋友，最終都可能敵唔過人性嘅醜惡同埋自私。婚姻係枷鎖，仔女係負擔，希望在明天已經不合時宜咯，享受明天先係王道啊嘛。對唔住啦，各位，喺視頻努力地教育我之下，我已經都唔知自己喺度講緊乜嘢。我由細到大
父母、老師同埋書本嘅教導唔係咁嘅喎。我仲好記得電視節目，例如獅子山下，會灌輸一啲我哋喺困境嘅人生入邊點樣努力工作同埋面對，要重視家庭，互相幫助。歌仔都有得唱啦，螞蟻亦要搵嘢食，唔做事確係冇益。點解而家好似冇晒呢啲嘅呢？而家嘅視頻同埋網絡基本上已經取代咗電視嘅相關媒體。為人父母，我諗而家已經唔係擔心個小朋友識錯人，反而係擔心佢睇錯視頻。網絡同埋視頻嘅重要性，隨時影響力真係大過教育。一旦呢啲網絡同埋視頻如果俾有心人去利用，帶住我哋走去一啲預設嘅跑道，先唔理呢條跑道係好係壞，一啲心智未成熟嘅人，響呢個密集式嘅資訊攻勢之下，點樣消化得到？點樣消化得切呢？點識去篩選呢？呢個已經係社會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唔係應該要監管嘅咩？再次唔好意思啦，各位，越講越遠，爭啲講到競選立法局議員咁滯，終於講返今次嘅主題：人生意義。根據呢排風感式嘅視頻教育沉澱過咗後，我個人就有以下嘅睇法。人生意義嘅定義其實好睇你用乜嘢角度。喺廣闊嘅角度之下，人類喺浩瀚嘅宇宙之中確實好渺小，生命喺時間尺度之下亦都不值一提，咁仲講乜鬼意義呢？但係喺細小嘅個人角度之下，各式各樣唔同嘅體驗同埋過程，尊重生命嘅各種可能性。例如喺薄情嘅世界入邊，深情地活着。人生唔係去比較邊個風光，亦都唔係去比較邊個活得長，要活得透，活得自在。執着太多嘅話，苦嘅都係自己。一念放下，心先可以真正輕鬆落嚟。當你覺得冇意義嘅時候，係因為暫時仍未喺當中遇到啲對你嚟講有意義嘅事情嘅啫。所以人生意義係響不同嘅時間、不同嘅階段，亦有不同嘅答案，亦都冇一個確實嘅標準。咁點解要執着意義喺邊呢？亦何必輕易咁樣將佢定義呢？幾多你而家輾轉反側嘅事，多年後回看，只不過一縷青煙。時間係最好嘅療癒師，嚟人間一趟，唔需要總係諗住光芒萬丈，能夠活成自己舒坦喜歡嘅樣子，唔會害人，咁樣唔係已經足夠啦咩？能夠對抗呢個時代嘅信息洪流，獨立思考會係其中一個有效嘅方法。大家一齊努力啊！再次好多謝大家收聽。有你哋嘅支持，我會努力做落去。